有關於聖經裏面，我哋可以反思嘅三個重點。第一，地方。聖經所敘述嘅地方係簡陋嘅馬槽、棚屋或者洞穴，呢啲都提醒我哋，上帝嘅兒子唔係降生喺皇宮嘅華殿，而係進入最卑微嘅處境。第二係人物，瑪利亞、約瑟、牧羊人、天使，以至到後嚟前嚟朝拜嘅東方博士，都象徵住救恩要臨到身份不同嘅人，不論貧富尊卑、遠近內外，都被上主所邀請。第三就係受造世界，喺聖經當中有牛、驢、羊群、星空同埋大地，提醒我哋耶穌基督嘅降生唔單止係關乎人類，更加係關乎整個受造界嘅更新同埋盼望。所以當我哋每一次企喺聖經前，其實就好似企喺一幅濃縮嘅救恩圖畫面前，再次被邀請嚟到聆聽道成肉身嘅主。到底佢係一位點樣嘅主呢？佢要向我哋嘅生命講啲乜嘢呢？